说说影响你这辈子最深的话。一名女子小时候因在就诊时被医师一句"你一辈子没救了，你也不要嫁人"，会延到下一代，深深影响长达30多年。害怕拖累他人，迟迟不敢交男朋友，也没有任何性经验，月经异常，又患有乳癌病史。妇产科医师陈宝仁在《医师好辣》分享，日前遇到一名42岁女病患，因月经异常来看诊，但经评估后，她表示由于患者有乳癌病史，加上荷尔蒙刺激的话恐会有危险，所以没有办法开药。后来医师发现该名女子身上有一种名叫咖啡牛奶斑的小斑点，脸上也有这种神经纤维瘤。医师随口说了句这神经纤维瘤大概小时候就有，没想到竟让女子眼眶泛泪。医师心想奇怪，这已经40几年了，应该不至于会哭。女子接着哽咽说，其实她在10几岁的时候就曾为神经纤维瘤到皮肤科看诊，当时医师诊断后对她直说你一辈子没救了，你也不要嫁人，会延到下一代。然而这番话对她造成一辈子的阴影。女子从小父母亲离异，母亲在高中时过世，所以一直不知道如何找人帮忙，就这样带着这个阴影直到现在。她生怕连累别人，也一直不敢交男朋友。陈宝仁听完故事后，马上鼓励女子，虽然40几岁生育上有困难，但还有很多幸福可以争取。他感叹，如果当初女子能求助，应该就不会让女子30年来活在阴影之中。实习编辑斜线林宇璇。